再来看宜兰的头城，干有一条国光客运经营的国道客运的路线，地方是反映讲上下班时间哦，搭班车的人客哦，拢踏甜，看敢有法度会当开一寡加班车无？另外嘛，传出讲国光客运经营的头城站哦，爱护好头城渔会处事，嘛已经6个月拢无落落。地方是嘛是正烦恼讲国光客运哦，若无法度继续经营，会影响到交通。 客运进站野手闸车，宜兰头城唯一一条国道客运路线由国光客运经营。暗过地方反映，每一早起6点到7点，上班人上济时间，每20分钟或者是半点钟才一班车，后面班车拢客满，真侪人坐无车，赶袂赴上班。希望客运业者会用增加帮助。 那来厘清到底目前头城往台北的这一段的经营的营运的部分，国光客运能不能再更积极、有效率的回应一下我们民众搭乘的需求？民众对这路线的单车环境也有记录，希望用提悬。因为国光客运所设的头城站，除了是用自家坐车要卖车票，啊，不过是向头城区渔会组的，目前已经欠6个月租金无交，渔会希望业者年底用交清，啊，若无干来用退租。 这样好地方烦恼，国光若经营袂落去，会造成通勤无方便。5、6日的话，对于我要来头城，比如说旅游或者是观光或者是上班来讲的话，它没有，等于是我必须要自己开车。因为头城我有朋友住这边，他也是要到台北去玩。那没有这车的话，就比较不太方便。 针对地方的问题，县政府表示会协助向公路局反映，希望因协助业者改善符合民众通勤的需求。会请公路局这边来协助，能够督促国光这边来改善。我们还在调度我们的财务了，这个会尽快会偿还这样子。 国光客运表示，头城国道客运路线是不是增加帮助？目前内部也在研究当中，欠渔会租金问题会继续调度财务，赶紧澄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